升起，而非本來面目。這家數盡一算，戰勝已非戰分，全程無分別自千真，離有分別千分，能分別相攀遠不到，戰勝要離千分。修學益佛念佛是方便，要找本來面目，用無分別。若完全無分別，難積功德，修空觀還得修假觀。無念總要起念頭，起念是知是方便。這假修真一時用，見有利見不能及。見性脫離所作同見分有所分，別不能達，有分別就見不到。何來因緣自然氣冷，修學益佛念佛是方便。要找本來面目，用無分別。若完全無分別，難積功德，修空觀還得修假觀。修學益佛念佛是方便，要找本來面目，用無分別。若完全無分別，難積功德，修空觀還得修假觀。修學益佛念佛是方便，若完全無分別，難積功德，修空觀還得修假觀。